部機都話生膠原喎，究竟邊部啱你呢？ HIFU 同埋 RF 應該點樣揀？提升緊緻同埋生膠原究竟可唔可以同時擁有呢？其實做緊治療程做邊部機邊個技術當然重要啦，但係首先你要知道你塊面邊一層鬆弛咗。按需量我哋分3層：表皮、真皮同埋最深層嘅筋膜層。就好似起樓咁，HIFU 係幫你拉緊筋膜層嘅地基，而射頻係幫你加水泥修補牆身，即係增加真皮層嘅膠原。你話啦，如果間屋嘅地基有事，但係你淨係修補水泥，咁間屋都係會冧嘅。呢個就係我哋 Marvel Beauty 堅持要做到膠原力確分析嘅原因啦。我哋要知道你間屋究竟係鋼筋地基出現問題啊，定係唔夠水泥？無論你係做 HIFU 定係射頻，都唔可以淨係打晒發數就算嘅，而係要精準分析到你邊一個位置出現斷層，屬於鬆弛下垂型啊，定係疲弱分離型咧？邊一度需要重點加強呢？再幫你設計一個屬於你嘅 SMAS 膠原黃金組合。記住啊，真正有質素嘅療程一定係以科學為本，效果為先導嘅。點解大家都係做同一部機，但係效果可以差更遠呢？我哋唔係為做而做嘅，而係有目標咁樣將你鬆弛同埋下垂嘅皮膚有系統、安全咁樣托翻氣、通翻脹。